加拿大大溫哥華地區嘅樓市喺舊年全年嘅成交量唔夠25000宗，係超過20年嚟最低。大溫地產經紀協會發布2025年樓市報告，指去年12月只有1537宗樓市成交，舊年全年成交量為23800宗，較2024年少超過1成，較過去10年平均低近1/4。雖然舊年成交量為20多年來最低，但全年有超過65000個單位掛牌，為近30年來最多。樓價方面，舊年12月大溫房屋綜合基準價格按年比較下跌4.5%，獨立屋及公寓嘅價格按年比較都下跌5.3%，分別為大約188萬加元及71萬加元。協會首席經濟師利斯話：舊年樓價下跌，借貸成本回落，加上市場有充足物業選擇，今年嘅置業者將以有利條件開局。